拢爱讲一寡吉祥话，也毋过有一寡吉祥话，你敢真正知影什么意思？有民众发来讲啊，宜兰市卫生所这个走马灯顶面写讲什么？新年新气象，猪年行大象。民众讲这毋知是什么意思？敢是写毋对字，还是伊本身无读册，无这个知识？即嘛卫生所有出面解释，讲其实啊，这个大象、大象是来自夜景，代表哪呢？代表欣欣向荣意思，毋是拍毋对字。 过年拢是咧讲吉祥话，要毋过这个新年新气象，猪年行大象，你无看毋对，毋是行大运，是行大象。有猪佫兼有象，互民众看了后雾煞煞。会觉得它是用法不怪怪的，对，会怪怪的，蛮有创意的吧？但是一般人不会联想到吧？有一点，有一点。 这个古锥走马灯出现伫宜兰卫生所的门口，民众看了后，伫网络顶面伫遐讨论，是讲到底敢有写毋对字？宜兰卫生所解说讲，这个夜景内面有讲到雷动于地上，为万物振奋之象，所以讲遮讲的大象是万物欣欣向荣意思，毋是写毋对字。也毋过这款的解说，这个国文老师好像像无真认同。对仗也好啦，贺词也好哈，也很少在。 2个句子里面出现同样的字啦，因为民众看无嘛，有失祝贺的意思，所以讲卫生所表示讲会改进。要找一些比较浅显的，让民众比较看就懂的，也会比较让民众了解啦。无论安怎讲，这个本意拢是希望甲民众祝福，当然嘛，趁这个机会有一个学问增加知性。